OK， 完工。看一下，我们再来加点玉米面，再打3个鸡蛋。OK， 最后一步，乾坤大挪移 ，Music。这么大一坨，哇！啊，这是个体力活。好了，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把它搓成这么大。啊，这就是它1顿的量。好了，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来把它蒸熟啊。水开差不多20分钟，盖上锅盖。第一锅出锅，感觉好美味呀！把它拿出来，全部冷却一下。好，然后保鲜膜包好，放冰箱。吃的时候把它拿出来蒸一下就好了。